这个原因还在调查啦，这可能是最近这雨水多这个造成这个道路的路基流失我们的管子没有办法承载，所以就脱落脱落之后那个水就暴冲就又更加的冲毁这个路基，造成这个路面下陷。现在我们因为这个有涉及到这个驳坎的这个损坏所以我们现在管子的部分已经修复了已经连接上来了。那现在是等这个市政府这道路中心来勘察这个路边这个驳坎因为驳坎有破洞这个请他们来会勘之后，我们才会回填这个路基的这个材料。